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日是1月7日，诗篇17篇6节到12节。上帝啊，我求求你，因为你会应我。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，求你显出你奇妙不变的疼，用正手救倚靠你的人，脱离因的对敌。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也看我伫你的膝内。求你予我脱离抢劫我的歹人，脱离围困我、要害我性命的对敌。因ทับ物憐憫的心，因的嘴講驕傲自大的話，因對立我，現在圍困我，因直直上要甲我摔倒伫塗骹。因親像獅痟想要拆喙我，親像猛獅埋伏在定等。詩篇17篇的作者向上帝求救，求主應伊，也求主聽這困苦的人祈禱的聲。詩篇的作者求上帝顯出伊奇妙不變的疼，來用正手來救這屬伊的人脫離因的對敵。在咱的每一天，咱有相信咱的主會保護，親像保護目睭人同款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